好了，考验大家实力好不好？试试看，小点刘芳，谢谢。某一个地方，最后的机会不散。每个深夜，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适的思量。世界万千的变化，害怕有情的缘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望。山里的月光，请温暖他心房。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？这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某一